台中火车头去年平均一日是有47000个乘客，是咱全国人第4座的车头哦。也毋过有民众是真怨叹讲车头真垃圾，四界哦拢是粪扫。代替暂时无回应，也毋过台中市环保局表示讲，因会加强来摒扫加处罚。 啉了的饮料包装、食剩的苹果，就直接撇伫涂骹。台中车头是中部正重要的交通中心，不过2楼大厅或者是1楼等公车的所在是拢乱糟糟。有民众捌看到讲有人乱抌粪扫，无公德心，也有人认为讲这设计真贪光，环境也会当接受。礼拜六每个礼拜日，他们一些印尼的啦、越南的，他们会有活动的时候，吃的喝的都随便乱丢。 那个饮料喝个1口2口就随便丢这样子，脏乱哦，还好哎，看起来还好。是觉得还好。对。台中车头是台铁公司4个特定站之一，2023年逐天的旅运量有47000人。民众讲，若是拜六礼拜就真侪外籍移工来到这，也有加油占地盘。顶个月16也捌发生加油烧破事件，引起治安疑虑。实际来到现场看，站区拢无伫咧明显的所在放粪扫桶，干那放粪扫地啊，伫壁角也无指标，也无人员引导。环保局除将每日加强派员执行环境巡检作业，如 查获行为人，将依据废弃物清理法裁罚1200元至6000元之罚款。台铁公司到这个进程是无回应，也若台中市环保局是强调，针对环境问题会逐天派人加强巡检。若阵发现有粪扫，就会随便有人乱抌粪扫，就依照废弃物清理法裁罚。若阵有民间团体照场地办活动，会要求因维护环境的前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